好多人咧生活得好攰，就係因為佢哋眼中咧只係有對手，事事咧都係想贏，但係其實咧真正內心強大勁嘅人咧，一早就戒掉咗呢一種嘅輸贏心，因為當你唔在意輸贏嗰陣咧，就冇人可以咧令到你輸噶啦。要擁有呢一種超然嘅氣度咧，你要知道以下嘅呢幾點。第一，戒掉比較心，呢個之前都講過噶啦，橫向同人比較只會帶嚟無止境嘅焦慮嘅啫。強大嘅人明白每個人嘅賽道咧都係會唔同嘅，你唯一需要超越嘅就係你自己。第二，接納不完美，坦然咁樣接受暫時嘅落後咧，視挫折為反饋而唔係審判啊。能夠輸得起嘅人先至係真正贏嘅開始。最後，專注過程嘅本身，當你太想贏嘅時候，你嘅動作就會變形啦，心態會亂啦。勁嘅人咧會進入一種叫心流嘅狀態，只係將嗰件事係做到極致嘅啫，勝負咧只係不過副產品嚟嘅啫。勁人唔係贏咗人哋啊，而係揾翻自己啊。當你唔再俾贏嘅執念咁樣去束縛住咧，你反而可以發揮出咧最強嘅實力啊！順境不驕，逆境不妥，做一個有節奏穩定嘅強者。我係 Yes Sir，有咩可以留言話我知。好片記得俾朋友。